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牧师勉励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百姓，我们要从一个普通的顽石，要成为神美好的活石灵宫，就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转换，或是一个属灵的呼召。那我们昨天呢举办了一个小组事工研讨会，有5位讲员一起分享小组事工在教会的重要性。那其中有环绕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因为什么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家人？那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家人加入？有宣教的动力，那这个成为我们小组事工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属灵的家庭。第二个是有新人的加入，一个宣教，然后又接受差派门徒训练，然后再生产，再迎接更多属灵的家人。所以这个属灵家人的循环，也在验证着主耶稣他宝血的遮盖。宝血的救赎是无限宽广的，不是限定在某些特定的人。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小组事工里面，用今天这个主题，因着主耶稣来一起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勉励。这一句话是我们特别是从我们新的圣诗527首所得来的一个体会跟启发。等一下我们会再做一些经文的补充，我们请在后面一起再来复习经文哈。那因着主耶稣是在这首诗歌里面一句话，他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前段话是我们成为一家人，那一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家人？什么原因组成一个家人？也不是血统上的关系，也不是亲属上的关系，那重要就是这一句话。非常浅显的一句话，因着主耶稣，但是里面涵盖着非常重要整个圣经美好的教导。圣诗527首，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主耶稣，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就这个歌词，我们来印证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教导，特别是我们昨天接受了这个小组事工的训练研讨，那我们来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学习跟确认。那圣诗我们成为一家人，早前呢是由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作曲者他做出来的。原先是我们一般在敬拜赞美唱，或者是在一般习惯很多场合喜欢唱这一首诗，因为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非常的浅显易懂，很多人喜欢唱。后来我们在2009年总会出版新的圣诗的时候，就把它编入圣诗里面。当然我们不是所谓圣诗才是正统其他的诗歌就不正统。重点是说这首诗歌可以成为众教会的一个使用、一个学习所以他就把它纳入我们的总会的圣诗里面那为什么会这首诗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学习？第一个是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在于它勾勒出了基督徒群体，我们这一群同属信耶稣的群体一个重要的本质。它的本质是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我们称为一家人，但我们彼此没有血缘关系。那这个关键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去理解它，我们永远不理解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到底在说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一家人，重点就是基督的救赎。基督因为他的救赎，我们归入了他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因为这样成为一家人。我们如果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歌词印在周报里面第11页，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我们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因着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一群大家可能志同道合，或是大家很喜欢参加的活动的一个团体而已。主耶稣，我们就成为家。
这个家是有生命的，家是有关系的，家是有彼此一种互动的。那再来是得洁净，就是我们生命被更新了，然后我们同享主耶稣的生命，彼此相爱，而且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共同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困难，因为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就有共同的一个奋斗方向跟目标。所以呢，我们从这两段经文，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去印证这一句“我们成为一家人”。约翰福音1章12节说：“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决志加入教会了，请记得你是接受了主耶稣。第二个是你信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那是一个内心自我的一个澄清，或是自我的确认，但是这个确认带来了重大的身份的改变，是什么？是你有这个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儿女在我们生活上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是做属灵的儿女就不简单，是因为他有程度上的差异，他有认知上的前后。重点是因为你愿意接受，愿意信，然后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权，或是你有什么样也许奉献太多很多，或是你有什么身份地位，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是因为你接受了，你信了，这个是上帝儿女。那有人会觉得说，上帝儿女很空泛，对不对？上帝儿女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承诺延续。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18到19节更清楚，他说：“借着基督，那就是因为主耶稣嘛。”他说，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同在一位圣灵里来到天父面前。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赐下救赎宝血的遮盖，然后借由圣灵给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能够到天父面前。不是人用自己的方法到主面前是圣灵来呼召你，圣灵带领你到主面前。因为这样，他说，我们不再是外人或是陌生人，我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上帝一家的人。那这样的理解，也许大家耳熟能详，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看重它，去理解它，而且去坚信它，而且从那边带来的你这个生命生活跟你对教会的观念的改变，那才是真正成为一家人的重点。我们因为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你请记得，你是身份重新塑造，从外人，从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已经成为儿女。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活在社会上，我们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被领养，对不对？有人是成为某某人，也可能因为婚姻的关系，有的成为女婿，有的成为这个媳妇，这些都在我们生命上都常见的方式。但是你知道，这样的方式可能有一个家庭的制度，有一个婚姻的制度，但是你说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这个家庭充满了幸福，不是因为这个制度，而是你认同的，你加入的，你愿意营造一个幸福的婚姻或是家庭，或是领养的孩子，但是父母亲的爱超过自己生的，那这些就是变成那个力量要怎么来，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一个框框。那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了就成为儿女你根本不了解儿女的领受是什么，你根本不去体会成为神的儿女的喜悦、释放生命的力量，那就太可惜了。就是你光有这样的身份，就好像自己对自己的身份
他自己的形象不够，就觉得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人看重我，连你是神的儿女你也觉得无所谓，不要紧，那就是这个儿女的身份就感觉他的力道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知道血缘的家庭身份是由父母给的，但是在教会的属灵家庭当中，我们的身份是因着耶稣，因着主耶稣，我们被重新定义了。这个是超越血统的平安，血缘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血缘上有时候反而带来很多包袱跟排他，家族的那个虽然很凝固，但有时候是成为别人的一种威胁。早期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制度的时候，家族超为一个族系。那你也知道，台湾曾经走过这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啊。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早期呢，很多人从中国或是各地来移民过来。当时大家为了可能能力不足或是见解不够，大家比较注重自己家庭或是同一个族姓的利益。所以当时在台湾，我们都常常看，在历史上有看到是什么漳泉斗啦，客家跟闽南人斗啦，然后原住民又跟平埔族斗啦，然后汉人就跟整个这边的原住民斗，是因为当时大家为了自己本身的安全跟利益，所以产生一种互相的冲突，这个是很难免的。那更不用说，有的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他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可能牺牲了别人。那基督徒的家庭不是，耶稣的宝血是要让我们学会去接纳彼此。换句话说，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平行的关系，因为主耶稣，我们有了连结，我们在互相教会成为一家人。这个一家人是因为耶稣宝血，也让我们学会接纳。在这一个团体当中，当然有不同样的个性的、年纪的、性别的，或是家庭背景的，但是都因为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大家学习去接纳，去营造一个属灵的家庭。互祥教会50年来来去，从早期的开创的这一群前辈，到今天很多新的家人加入，我们原来彼此不相识，我们家庭背景非常的差异很大，但是因为我们因着神的呼召聚集在这里，我们却可以称呼彼此为弟兄姐妹。昨天我们在小组事工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玉祥兄也来做见证。他就是因为几年前走进了互祥教会，参加了幸福小组，然后成为互祥家人。你说是有人刻意营造这个氛围吗？他说是神的呼召，圣灵的带领。那有可能有人被接到别的教会，有可能从一个偶然之间走进了互祥教会就留了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加入互祥大家庭的故事。然后我们竟然可以称为弟兄姐妹，是因为主耶稣的关系。还有一个重点，这一个身份不是一个空泛的身份他说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是有产业的。什么产业？那这边讲的主要是属灵上的，但其实也还包含我们属世的产业。上帝赐给他的子民福分应许，这个属灵永恒的福分。圣经罗马书8章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继承人。我们都跟主耶稣同作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呐！我们常会讲说，我们何德何能，我们竟然跟主耶稣同作后世。我们的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有一句话，跟今天的这个尼西亚圣经有比较不同的角度。他说，主耶稣基督借由童真理玛利亚出生在这个世界，他说成为人，而且跟我们做兄弟，跟我们做。但是描述说，主耶稣不是高高在上
天边海角的，他是跟我们是兄弟，是因为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跟主耶稣，因为他的救赎、他的宝血、他的拯救，我们就跟他同作后世，来继承这个丰盛的产业。所以，我们这个简单的歌词，还有包括我们这圣经的领受跟教导，我们如果再稍微详细看一下这2段经文，有几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哈。他说借着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从在圣灵里面来到父面前，因为圣灵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很多差异的部分都来到主里面的。所以我们是主的家人，这是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另外，我们特别看到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我们会成为家人，因为我们说不是属于属世的或是血缘的关系。那血缘的关系不是说不好，因为人的社会就是一个家庭亲属的关系。但是他有提到一个点是说，人的血缘的关系，他说有时候是人的血统，或是人因为肉体的性欲，或是男人的意愿，这个都是一般社会或是生活一般肉体的家庭，这是一定要借由这个管道。但是我们超越这个，是因为主耶稣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因为承诺，因为我们认信，因为我们归于主基督，超越这个肉体的层次了。那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就可以归纳成4个圣经核心的主题。第一个，你我们因为信基督，我们有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在国度里面。第三个，我们因为主耶稣，我们得着洁净跟新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同享复活的生命，就是你的救恩。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把前面这3个美好的应许，要怎么样去体验呢？怎么样去领受呢？因为有些说我们要到天上才领受得到，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他就说你就是在教会里面把它实现出来，在教会的生命里面，因为团契，因为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同行。在年初的时候，牧师也借由50禧年的主题提到说，我们互相教会要成为一个属灵有爱的家庭。有爱的家庭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在生活当每一个聚会、每一个相处当中，把这一个生命在主里面家人的生命活出来。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生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它实践出来呀！你在想，好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上帝的教导，我们就在互相教会把它实践出来。那这样才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是生命的共同体呀！好，那所以我们重点是这个部分，营造跟经历成为一家人。它是需要营造的，它是要去努力的，那需要去成就的，而不是光坐在那边它就呈现了。要超越血缘关系，建立美好的关系，关键在于将因着耶稣这个口号化作生活的实践，化作你我在聚会、在小组、在服事在许多互相彼此往来当中，把它实践出这个主耶稣的关系，成为一家人的关系。所以建立基督徒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基督徒团体，他的血缘家庭是生物性的，但是属灵的家庭是连结在盟约。换句话说，你对这个教会有多大的认同，你的盟约就又多稳固。这个教会属于你的一个大家庭，你是看中了它哪一个点呢？是你得到最好的服务，得到最好的照顾，还是说因为你为这边愿意舍弃你的享受，愿意付出，愿意去关怀，愿意去造就，愿意去陪伴，愿意去倾听，甚至愿意去代班，让
你的生命实质活出像家人一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那这个是盟约，因为大家觉得我就是要遵守，我就是要把它实践出来，我就要呈现出我跟主耶稣之间的约定。那这个家庭，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成为一家人才是有血有肉的，是有生命的，而不是一个空幻的口号。有一个解释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罪人，平等的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比较高尚。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一群罪人，但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相遇，一起领受这个救恩的喜乐，一起领受救恩带给我们一个在地如同在天上的一个生命的美好。就是我们预尝，有一句话叫做预尝，预先尝试了这个在天上生活的美好因为是你我大家都有这个盟约，大家愿意来让这一个属灵的家庭呈现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生命的根源在耶稣的宝血，不因为社会地位、年龄或背景不同产生隔阂。所以我们从刚刚的敬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受到灵里的合一。这灵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不是靠一般的个人血气上的认知。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借由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进入诗歌里面美好的境界，也借由我们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诗班唱出这个美好的诗歌，我们跟他们同心合一。所以有时候是超越一般家族，比较属于一个亲密关系家族的聚集，是在灵里面的亲密。所以为了让这个属灵的家庭是有血有肉的，是有生命的，是被感动的，我们就需要去把它突破一些我们人的罪性或者人的软弱跟限制。第一个就是要实践敞开跟软弱的真实分享。如果你不敞开、不分享，软弱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家庭还是有隔阂，这个家庭还是有它的距离在。所以同享不只是分享喜乐、分享好消息，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愿意一起承担、一起分享、担当这个重担。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小组当中、在团契当中，是建立了一个安全不论断的环境。大家分享生命中的挣扎，而不只是表现你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当你愿意把自己的软弱的一面，或是黑暗那一面，或是这无能为力那一面呈现的时候，那个家人的力量就出来了。因为你信任嘛，你愿意分享嘛，你愿意交托嘛。所以基督徒的群体不是靠血缘关系来拉紧，而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信任、彼此带导、彼此扶持、彼此陪伴、彼此倾听，所以那个力量就在我们的带导当中、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的承担当中，力量就加强出来了。这个也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常常会在小组的公约里面说，我们绝对不把个人的隐私发布出去，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家人，我怎么可以随便讲你的一个缺点，或是到外面家丑外扬呢？那因为有这样就被承接住了，被扶持了。这个网，我们昨天有听到，爱网就遮住了，不会跌落深渊。大家愿意分享，但是你是先不论断。第二个，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弟兄姐妹的带导跟陪伴，真实经历到关系里面的平安。所以你不孤单，虽然我不是你属世的家庭的一份子，但是我对你的爱不输亲属。这个特别，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见证哈。昨天的小组事工也提到了，我们的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勇敢去关心有家人失去亲人的时候，在丧礼，特别是在入殓式的时候，一般的没有信主的家庭，他们是很惧怕的，他们是很排斥的，或是有忌讳的，所以说离开了，
他都跑开了嘞。那没想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亲自过去，还陪伴了这个家人，那是对一般的家庭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很多人是因为参加了亲人的丧礼，在我们教会举办或者在殡仪馆举办，他们看见基督徒确实不一样，因为你陪伴了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让他们不孤单。这不孤单是很实际的，是亲自体会到的。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在丧礼的时候是一个最美好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你将自己的生命活出来了，将你属灵的家人那个意义跟口号把它实践了出来。再来，属灵的家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赦免，因为赦免就成为一个关系的防腐剂。我们也都知道，家族里面也常常会有很多冲突啊，利益的冲突，或是人际关系的冲突。但是家人会成为美好复合，是因为大家愿意赦免，愿意接纳。孩子做错了，爸爸妈妈愿意接纳他，赦免他。我们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大家彼此有一些嫌隙，但是因为同样是一个大家庭，我愿意接纳他啊，不会在那边争来争去。那基督徒的属灵群体更重要，是因为我们要有赦免来成为化解一切冲突或是意见不合。家庭的关系里面常常有这样子，那属灵关系也常常会如此。所以因着主耶稣，为什么？何况你得罪了我，为什么要赦免你？我为什么要饶恕你？我还要跟你说话，我要接纳你。因着主耶稣，所以摩擦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效法耶稣的饶恕，因为我们提醒了自己，因着耶稣，他先饶恕了我们。我们在主祷文里面也常常祷告这一句，因为我们得主的赦免，如同我们也赦免了别人。所以真正同心合一，不是没有意见那一言堂啦像在共产的社会国家那个主领导者讲一句话，没有人说不要，那是一个被压迫性的合一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做事工，越投入服事，我们一定会有讨论，会有意见上的差异，甚至有嫌隙啊。我讲的好意见，你都根本不甩我，不理解我，好像是说委屈。但是因为愿意和好，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愿意遮盖，愿意和好，误解能够化解，是因为超越情绪的爱。这是在世俗社教圈难以见到的，这个美好关系要在教会里面营造出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参加某一个群体啦，某一个社交群体啦，你就觉得不习惯、不喜欢，你就离开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有的参加要交钱的，我就退款了，就结束了。但在主里面呢，我们不是因为离开就解决，我们是因为要愿意和好。愿意把这个关系化解，因为这个就是成为主家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等于又是类似在修养，就是你的品格的修养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样这个家才是有力量的，是有复原的能力的。我们这段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诗歌里面，第二段描述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就是我们在主的家庭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或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这是营造属灵家人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同享喜乐，罗马书12章15节说：“与喜乐人要同乐。”教会中别人的成功是我们家人的成功，看见弟兄姐妹蒙福，我们不嫉妒，而是真心的来欢庆。我们常常在消息里面，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会报告教会的一个我们弟兄姐妹的动态很多人可能孩子啦，他有很好的成就考上了什么考试，或是开了什么业，而我们会给他们庆祝神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成果。那最近我们有好多位弟兄姐妹家里面增加了新生婴儿，我们就为他们高兴说
又多了一个成员了。这是我们高兴的事我们的小孩子他在不同场合，比如说音乐啦、体育啦各方面科学研究有很好的成绩，我们拍手。虽然不是你的家人，但是属灵的家人，我们一起庆祝。兄弟姐妹，他们很多蒙福，我们不是说嫉妒他，想说他比我差，怎么会那么好？是因为你祝福他说，我们想这样蒙福了，你怎样从神里面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也要学习。所以我们喜欢听别人见证，因为见证说，他都可以领受了，我也应该也可以。所以这个同享喜乐是基督徒家庭属灵带来一个重要的布点。那更重要的是同担哀伤。家人遇到病痛、挫折或是丧失亲人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说：同度人生的风浪。有人陪伴，这个风浪就不至于淹没了我们。这是超越血缘的扶持，有时候比亲属更及时、更深刻。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特别会在丧礼当中见证了基督徒一个同心合一、协助关怀。我们也常常会参加一些，比如说他这一个追思礼拜，他们家人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还少，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少，因为可能一些家人他们彼此关系不是那么的密切，很少人去参加，而是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去帮忙，一起唱诗歌，一起陪伴。我们上个礼拜也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位主内的弟兄因为车祸来过世了。但是我们教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团体、主日学、我们的小组，就赶快发动关怀，在不同方面来关怀这个家庭。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你的家人，我们一起分担这样那么严重的冲击，让这个伤痛减到最低，当然代祷的力量更大，一起走过人生的风浪。谁没有风浪呢？但是因为有陪伴，我们就轻省多了。这是基督徒最容易展现属灵家庭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说感谢神。我们上个礼拜，昨天我们举行了事工研讨会，小组事工研讨会。这小组事工呢，我们感动的是我们竟然有20-30间教会，有的从花莲、台东、北部嘉南各地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我们看到有些是比我们弟兄姐妹还早到那就已经来在楼下了。那更感动的是，因为我们教会有预备心，在经由我们的一个组织动员的时候，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各种团队都一起参与服事，让这个好像看似大家一群人的聚集那服事的方式非常的井井有条，那是家人亲密才有办法做到，是有门徒训练才做得到。那感谢主，我们一起领受到这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成为一家人最容易或是最基本实践的，就是我们昨天小组事工研讨会这个小组这个概念。我们昨天有200多个人一起聚集在这里，领受这样的祝福。感谢主，你也参加在其中。这个是昨天有20-30位牧者一起拍照的一个照片。那我记得我在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这个家的概念、亲族的概念。我们在这边做一点复习。我说，台湾因为从70-80年代就进入到一个都市化的社会，所以台湾的时空环境变化得太快了。我们进入高度都市集中，等于是亲族原先在乡村、在郊区，大家大家族前后屋，大家聚在一起的，现在都解体了、解散了。你到台北，我到台中，有人到高雄去，大家一起工作，平常要见面。现在传播媒体方便了，以前呢打个电话都很困难呢。那所以亲属家族结构的零碎，这个是我们这个都市化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同一个教会里面，或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亲属的比例是低的，
所以我们以前讲那一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个真的，这个实际生活上不得不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你的邻居的关系，我们大家彼此关系，但是那个关系是没有很粘稠性的，能就帮，不能我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也没办法。但是基督徒愿意在这一个台湾人口结构的解体当中，我们补足了那个部分，因为血缘关系的支持系统弱化掉了。昨天我秀了一张AI 的图，是一个早期家庭礼拜的图了哈。昨天那个图哈，我看他说他很严肃，我说你能不能画一下大家有笑容的哈？他真的画了笑容。那这个也是现代家庭的一个聚集。好了，这个是美好的画面，一些是变成我们在怀念的画面了。但是请记得，我们的教会的小组事工就是要取代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是要在小组中来落实，教会的小组就承接住了家族结构的零碎化的缺憾。再来是营造小组成为属灵家庭的一个堡垒。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不厌其烦的持续推动？我们昨天听到大家的问题，也知道其实长老教会推动小组真的那个全面性还是差距很远呐。李伟教授做一个分析有没有？哇，基本上简单的概念就是没有小组的比小组的多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或是营造这个小组家的概念。我们期待我们的小组家庭就像这样子。他虽然血缘关系不一样，你我他个人过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亲密如一个家人，亲密这个家人。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事工研讨会应该一个大型的测试啦，压力测试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后续我们还有好多项全教会性的事工，或是跨教会的事工，我们应该会很轻省。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我说做完了没事了。我们有4月16号的圣歌队一个观摩会，这一个观摩会应该不是有研讨那么的严谨，但是希望更多人一起来领受我们长老教会对圣歌队的一个重视了合唱诗部合唱。我们还有5月16号的祷告研习会，也是跟昨天一样是整天的整天的也是很难得。那再来就是我们在7月4号暑假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敬拜赞美研习会。那敬拜赞美研习会因为它是动态的，不只有教导，还有实际敬拜赞美礼拜的操练。隔天我们要请讲员来带领我们在那一天的主日礼拜。那我们很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同工都加入。昨天李布义牧师特别提到说，一个教会的兴盛或一个成长，有一个热情的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昨天的敬拜团，我们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敬拜的，我们都很感受到那个融入礼拜是多么美好，好像是在天上一样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我们不是欣赏这一群敬拜团他们在演唱是因为你加入了这个唱，你加入了一个呼喊，加入了一个欢唱、举手、摇手、拍手，那你就加入这个荣耀的敬拜里面。如果你只光听或是看荧幕，那是不一样的。那最终的一个高峰就是我们在7月4号的敬拜赞美这个聚会完，我们就在8月我们的周年庆我们要举行培灵会，还有一个是全教会的一个50几年的感恩礼拜，还有一个大聚餐，成为我们一个最高峰。我们期待这一些每一次都成为一个我们组内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测试。我们知道一个大家庭有喜事，是你我都有任务的，而不是你站在旁边看的，或是指指点点，而是你融入到里面。我记得早期在农村的社会一个家人要做喜事真的是大家一起动员的，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个板凳有没有那租那个桌子椅子的，就从你家里面把你家的桌子椅子都搬过来了到我们这个亲戚的家他
这个大庭院摆满了啊，有人负责煮菜，有人负责来接待，啊，有人负责各方面。那我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借由这个主内的家庭，因为耶稣，我们在这几次的一个大的测试当中，更坚固了我们是一家人这种美好的恩典。愿神带领我们，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在周报里面还有投影片里面一起来唱这首《我们成为一家人》。